繼續來到金門，有一隻大約70公斤的海漂的死亡的豬仔隻驗出到非洲豬劑，因為安尼，所以禁止到金門地區的豬仔隻甲產品加工品銷到台灣，為期1禮拜，要確認無疫情發生，才會當來解禁。金門仙台海邊啊，有紅色線，邊啊人員穿紅雨衫，規身軀包甲目睭睭。原來是因為拜日下晡，海邊有一隻70公斤重的死豬仔，經過檢測，確認非洲豬劑病毒核酸是陽性的反應。防疫所立即派員赴現場採樣，讓依相關的程序將豬屍徹底焚毀，以及進行一個周遭的消毒工作。有下大雨或者是洋流的影響哦，讓這海漂豬屍隨着這個洋流進入到沿岸。發現地病死豬仔，相關單位唔敢大意，因為去年10月才爆發台灣頭一個本土非洲豬劑疫情，地區傳統市場的地點、領域產業鏈的營運，甲民眾攏受到影響。為了確保台灣本島飼豬產業的安全，農業部也公告禁止無通過農業部風險署考第一風險評估規範的上台北的動物加工產品銷往台灣。禁止金門地區豬隻及其產品、加工品銷往台灣，為期1週，自7月16日至22日止，讓確認無疫情發生才可以檢討解禁。實際來到金門市場的地點，也是有不少民眾來買，目前生意依舊是無受影響。因為只有台灣豬可以進來，我們金門豬不能去台灣，銷量一樣。防止境外風險，更加是長期作戰。總統賴清德昨日佇衛生專業訪問講，今年4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正式許可台灣重回非洲豬劑非疫國的行列。這個金門死豬仔是自2018年以來第21例海漂豬確認的非洲豬劑案例，未來將會繼續守護台灣飼豬產業的防疫成果。周遭10公里的25個養豬場進行一個生物安全訪視。目前5000餘頭豬相關的健康狀況均正常。防疫單位繼續提高警戒，全力防止病毒的入侵，不准任何風扇出差錯。